港澳大灣區嘅大佬們睇過嚟啦，100萬嘅別墅咧你就睇得多啦。今日要介紹嘅呢套咧就係1000萬級別嘅啦，咁咧只需要1500萬，嗱拎出少少嘅零用錢咧就可以拿呢啦。嗱，咁呢間別墅咧，咁佢嘅佔地咧係1畝嘅，咁佢嘅前後花園加埋一齊咧係超過300幾平方嘅，咁佢嘅實用面積咧可以去到500幾平方嘅，咁佢上下咧4層啦，總共有6間後房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入去，咁門口呢邊咧可以停翻1、2、3、4、5，可以停翻5部大車啦。就 OK 噶啦，咁我哋依家上去上面去睇睇先，就係你屋企嘅前花園啦。嗱，跟住鏡頭過嚟啦，咁我哋入去就係我哋嘅後花園呢邊啊，係非常之大嘅，係望住呢個，係望住我哋嘅中山高爾夫球場嘅。咁喺呢個後花園呢邊咧，踢足球啦，專係完全冇問題噶。呢間別墅咧，如果係有興趣嘅朋友，記得溝666，我帶你哋實地睇一睇。